俗语起来讲真流行，配合辣妹徛相平，开心辣妹真好用。绝对会解说佮兼说明。哎，上过啊，你安尼都唔对啦。人迄辣妹是新来的对无？要来甲咱学俗语话，要来甲咱学讲啊。对对。啊，算起来你是老前辈呢，你怎么叫因多个爱说明啊，着个解说哦？你卖便当啦。我主要是讲，我要介绍人出来哦，伊会甲咱说明就对啦。来，咱即马来请咱的开心辣妹，来，请来，哦，好歹汤一个烧，好歹新妇一个笑。哎水啊！我跟你讲吼，那今仔日即个俗语吼，什么人来解说上下？你知唔？就咱阿红啊，阿红啊吼，伊做过家庭主妇，而且捌个开过餐厅。那阿红，你解说。来。有影咱讲实在吼，你讲好歹汤一个烧，坦白讲啦，咱若无论是寒天也好，热天也好，咱伫咧食饭的当中，或者是讲啉酒，咱拢最想讲还有只烧汤来配，偌好，你敢知吼？做人的某要对人笑啊，最主要吼，除了煮菜会晓以外，上要紧的一项，就是闽仔定来叫笑容。安尼人唔知会看了会爽快。啊，你若一个闽仔定来叫个傲嘟嘟啊，哦，敢若专门欠人的虾钱，你跟哦，伊讲你唔爱讲笑。敢若压都压死哦！有影，人咧讲好好某一个笑啦。吼，你若讲哦，做人的太太啦，虽然讲较无时间哦来去打扮，来去安尼洗妆哦，抹一个粉啊，还是讲点一下胭脂，可能较无迄个时间啦，家事操劳嘛，对毋对？啊，但是无要紧，你只要讲哦，面带笑容，每一工吼拢安尼笑眯眯、笑稳稳。你若咧哦，逐工安尼保持这个笑容，保持这个开放这个心情哦，加我青春，加我少年的，你敢知？所以讲咱人吼，不管是拢爱笑眯眯。对。咱即马吼来个看咱这个俗语，来开心辣妹，请一个来讲一个复习一下哦，复习一下来。好歹汤一个烧，好歹新妇一个笑。哎水水啊赞啊！所以讲吼，咱坦白讲，咱每一个人咧，拢爱不管是保持这个笑容，最主要今日咱的俗语就是希望咱大家拢会当啊，每一工嘴拢爱安尼。1、7。